證監會聯同金管局將會聯合公布固定嘅收益及貨幣市場發展路線圖。證監會話將會推動中國國債期貨盡早喺香港落地。香港證監會將繼續推動更多不同國家、不同種類的發行人推出人民幣固收產品，以及股票交易人民幣櫃台的進一步發展。同時，我們將不斷提升離岸人民幣固收產品二級市場的流動性，並完善風險管理機制。例如，支持金融機構開發更多元衍生產品，推動國債期貨盡早在港落地，發展回購市場等，以便利投資者管理人民幣風險敞口，鼓勵他們長期持有人民幣資產。我哋睇埋天氣，天文台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